好，我是秀林乡长王玫瑰。为庆祝太鲁阁族正名20周年，2024秀林乡太鲁阁族感恩季有传统乐舞的竞赛以及竞技，透过文化的活动，让各个年龄层的族人以及族群有实际体会文化技艺的机会。今年有祭典的祈福仪式，以及传统美食分享、传统歌谣传唱、百人木琴的表演、文创工艺以及传统驻马工序、地支展演等等各项丰富，具备浓厚的太鲁阁族文化意涵，期望让全世界的人看见太鲁阁族深厚的文化底蕴。10月19日上午8点。到下午5点，在东方夏威夷游乐园的旧址，也就是秀林乡文化多元广场，邀请全国各地的族人以及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。Yaga Grupo Book